发这波罗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迎亲发这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是啥形色？又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是啥形色？无眼耳不色声味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明，也无明尽，乃至无脑数，也无脑数尽，无苦集灭道。无地也无地，亦无所得故，无非萨埵，亦发这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妄想，究竟涅槃，三世诸佛，亦发这波罗蜜多故。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所以发这波罗蜜多，一切心智。一切因智，一无上智，一无顶顶智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菩萨发这波罗蜜多智，皆说智我。格地格地，波罗格地，波罗僧格地，波提萨埵阿。